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七。阿难，你问我立心五金善说入三摩地，修学妙门求菩萨道，爱先持此四种律仪，教如变生自不能生一切基业，心三巧事，生必无因。阿难，如是世事，若不依实，心常不圆圆，色香味触，一切魔事分毫发生。若有色识不能灭除，你家是人，一心从我，佛顶光明，无好煞，单独班达啦，无上成是如来无尽顶上，无为心佛中顶发挥，这宝莲华所说成就。请你速世以忘我电客，历劫因缘，恩爱失去，非是一生以及伊一劫。我一宣扬爱心永脱，成阿罗汉。以上言语无心修行，心力明知速证无学，分何立定在会相门，求最上乘决定成佛。譬如以定容以顺风，有何惊险？若有未誓，欲做道场，先持比丘清净境界，爱当选择界清净者。第三门，以为其事，若其不无真清净境，你戒律仪必不成就。戒成以后，得心净意，然向现机，然向应机，诵取心佛所说成就180遍，然后结界，结入道场，求于十方，现自国土无上如来，放大悲光来灌其顶。阿难，如是莫说清净比丘，若比丘尼白衣淡月，心灭贪淫，持佛正戒，于道场中发菩萨愿，出入造狱，略时行道，如是不迷经3-7日，我自现身赐其人情，无顶安慰，令其开悟。阿难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蒙如来无上悲慧，心意开悟，自知修证，无学道成，无法修行建立道场，分何结界？合佛世尊清净规则。佛告阿难：若莫世人愿入道场，先取雪山大力白牛，拾其山中肥嫩香草，此牛为饮雪山清水，基本未细，可取基本，好合淡淡，以年其地，若非雪山，其牛臭秽，不堪道地，白衣边缘，藏其地皮5尺以下，取其黄土，合上尖弹，沉水所合，混绿玉金白胶青木零零甘祥及加麝香，以此10种，细罗为粉，合土为泥，以土场地，方圆重量为8个弹，弹心
伫一金银铜木所造莲花，花中安播，瓦中成八月露水，水中随安所有花叶，处百元镜，各安奇峰围绕花瓣。境外建立16莲花，16香炉，干花铺设庄严香炉，顺烧沉水，无人敬火，取白牛奶伫16器，奶为煎饼，并煮沙糖、油饼、泥糜、素合、蜜浆、纯素、纯蜜与莲花园，各个16围绕花外，以奉诸佛及大菩萨。每仪10时，六在当夜，取蜜半升，用素3盒，单前白安一小火炉，以豆螺泡香，煎取香水，沐浴积炭，另立面积，豆是蜜酥蜜于焰炉内，烧令真烟，向佛菩萨，灵其室外现繁华于大室中，四壁铺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，应以东洋场如舍那、释迦、弥勒、阿嵯、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象，兼金刚藏安其左右，地色梵王、乌持色魔、毗难地家、诸君地刹与毗固提、四天王等，并那耶加张于文册左右安置，由此北境，复旋虚空，以大场中所安之镜，方面相对，使其形影重重闪烁。于此七中，自成顶礼十方如来、诸大菩萨、阿罗汉号，行于6时，诵咒为坛，至心行道，一时相行108遍。第二七中，一向专心发菩萨愿，心无间断，我毗那耶先有愿教。第37中，以12时，一向持佛班达拉咒，至第7日，十方如来一时出现，行到公处，成佛摩顶。即个道场修三摩地，能令如是微细修学，身心明净，犹如琉璃。阿难，六处比丘本受戒师，及当会中10比丘等，其中有一不清净者，如是道场都不成就。将37号端坐安基，经100日，有离境者，不起于座，得殊陀洹，将其身心圣果未成，决定自知成佛不妙，立门道场，建立如是。阿难顶礼佛足，礼白佛言：自我出家是佛骄爱，求道闻故，未证无为，造诣梵天邪术，所尽心虽明了，力不自由。乃无文殊令我解脱，虽无如来佛等成就，免迄其力，尚未亲闻。唯愿大慈中为宣说，比丘取会自修行辈，莫及当来在
轮回者生活必因心意解脱，伊是会中一切大众普皆作礼，诸佛如来秘密将具。你是世尊，将玉镜中迎八宝光，光中映出千叶宝莲，有化如来坐宝花中，顶放十道百宝光明，一一光明皆遍实现恒河沙金光密集，极山处处遍虚空界，大众勇冠，为爱减破，求佛爱佑，一心听佛。无见顶上放光如来宣说神咒，大佛顶首灵严神咒，成立阿难是佛顶工具，悉达多班达拉秘密开导。微妙将具，出生十方一切诸佛，十方如来因此救心，得成无上正遍智觉。十方如来接触救心，降伏诸魔，自诸外道。十方如来胜处救心，坐宝莲华，应弥定国。十方如来含处救心，以弥定国转大法轮。十方如来持处救心，能于十方无顶受记，自果未成，亦于十方蒙佛受记。十方如来以处救心，能于十方拔济困苦，所谓地狱五鬼畜生。面容阴恶，怨憎会苦，爱别离苦，求不得苦，五阴极盛，大小诸怀同时解脱。贼难、病难、亡难、恶难、风火水难，饥渴贫穷，应念消散。十方如来随处救心，能以十方殊胜知识，使为于中供养如意。行所如来会中，对为大法王子。十方如来行处救心，能以十方摄受亲因，令诸小乘闻秘密藏，不生惊怖。十方如来送处救心，成无上觉，坐菩提树，入大涅盘。十方如来传处救心，以灭道后，护佛法事，救见主持，严正戒律，设定清净。容我说是佛顶工具，班达拉咒。中旦字幕，音声相连，字句中间亦不中读。经行所劫，终不能尽。亦说此咒，名如来顶。离顶有学，未尽轮回，发心至成此阿罗汉。不持此咒，离界道场，令其身心远诸魔事，无有是处。阿难，欲诸世界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，随国所生花培培业，二所别他所写此咒，独于向龙，是人心昏，未能爽悦，迄代身上，迄事体中，当知是人。尽其生灵，一切诸毒所不能害。
啊咱我今为你竞说此咒，救护世间得大无畏，成就众生出世间智。若我灭后，莫世众生有灵自诵。若假他诵，当知如是诵持众生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溺，大毒小毒，所不能害。如是乃至天龙鬼神，前期过命，所有恶咒，皆不能得。心得正修，一切咒詛，焰果毒药，金毒、银毒、草木、虫蛇，万物毒气，入处人口，生甘露味。一切恶星，并诸鬼神，称心毒人。以如是人，不能起恶。便那也甲诸恶鬼王，并其灌属，皆令深恩，上加守护。啊咱当知十咒尚有84000那由他，恒河沙具之金刚藏王菩萨正作，一一皆有诸金刚将你为灌属。昼夜随时，实有众生以善愿心挥三摩地，心忆靠持是金刚王，相随着彼诸善男子，何况决定菩提心者？此诸金刚菩萨藏王，静心严肃，发意心识，是能应时，心灵记忆84000恒河沙劫，周遍了知，得无疑惑。将第一劫乃至后生，生生不生，又差如差，急负担罗，加差负担那，求班差，必下差等并诸恶鬼，有形无形，有相无相，如是恶处，是善男子，欲托欲送，欲施欲舍，欲代欲从，诸色供养，劫劫不胜，贫穷下贱，不可乐处。此诸众生，将其自身不作福业，十方如来所有功德，悉以此人，有是得以恒河沙，前期不可说不可说劫，相与诸佛同生一处，无量功德。如恶差具，当处分收，永无分散。是故令破戒之人，戒根清净，未得戒者，令其得戒；未精进者，令得精进；无智慧者，令得智慧；不清净者，速得清净；不持戒，不持斋戒，自成斋戒。啊咱是善男子，持此咒时，设犯禁戒以未受时，持咒之后，将破戒罪无问轻重，一时消灭。将经饮酒，习啖我心，种种不净，一切诸佛菩萨、金刚、天仙、鬼神，不将为过。摄着不净，破壁依护，一行一字，适当清净。将不作谈，不入道场，亦不行道，诵持此咒，还当入堂行道功德，无有益者，无有益也。欲做我力，
无间重罪，急自比丘尼四气八气，宋楚就义，如是重业，犹如冥风吹散沙句，世界灭除，竟无效法。阿难，若有众生将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中，将前世来未及忏悔，若能读诵所写此咒，心上带持，若安住处，整体圆满，如是职业，由汤消雪，不久皆得我无成忍。复次阿难，若有女人未生男女，欲求婚者，若能至心一念施咒，或能心上带出悉达多班达拉者，便生福德智慧男女。求长命者，即得长命；欲求果报速圆满者，速得圆满。生命息力亦复如是。命终之后，虽愿往生十方国土，必定不生边地下贱，何况杂行？阿难，若住国土，周观其乐，其远亦力，或复道兵贼难斗争，兼于一切役难之地，写此神咒，安城四门，并诸其体，或脱道上，令其国土所有众生，弘扬施咒，礼拜恭敬，一心供养，令其人民各国钦佩，或各国安守其体地，一切灾疫悉皆消灭。阿难，在处处国土众生，虽有此咒，天龙欢喜，风雨顺时，五谷丰殷，著属安乐，亦复冷定一切恶星，随风变怪，在将不起，人蒙环妖，扭害枷锁，不着其身，昼夜安眠，常无恶梦。阿难，是娑婆界有84000灾变恶星，28大恶星而为上首，复有8大恶星以为其主，作种种形出现世时，令成众生种种灾疫，由此就地悉皆消灭。十二有旬成结界，成结界地，诸恶灾常永不能入。是故如来宣示此咒，以未来世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三摩提，身心泰然，得大安稳，竟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始来冤怀宿殃故业定罪来相恼害。你及众中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，以我谈场如法持戒，所受戒主，逢清净经，持此咒心，不成疑惑。是善男子，以此护妙，所生之心不得心痛。十方如来并为妄语。说是语言，会中无量8千金刚，一时佛前合掌顶礼。你白佛言：如佛所说，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
者，逆时梵王并天得色，四天大王亦于佛前当时顶礼。李白佛言：心有如是修学善人，我当尽心至诚保护，令其一生所作如愿。复有无量有车大将，诸罗刹王、富丹那王、求盘刹王、毗舍迦王、宾那耶克诸大鬼王，及诸鬼祟，亦于佛前合掌顶礼。我亦誓愿护持世人，令菩提心速得圆满。复有无量日月天子、风师、雨师、云师、雷师，并八等年岁巡官诸星眷属，亦于会中顶礼佛足。李白佛言：我愿保护是修行人，安立道场，得无所谓。复有无量山神海神，一切土地水陆空行，万物精奇，并风神王，无色界天，以如来前，当时稽首。李白佛言：我欲保护是修行人，得成菩提，永无魔事。逆时84000那由他，恒河沙具之金刚藏王菩萨，在大会中即将坐起顶礼佛足。李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顶辈所修功业，究成菩提，不处涅槃，常随此咒，救护未世修三摩提正修行者。世尊，如是修心求正定人，欲在道场急于经行，乃至善心游戏娱乐，我等道众相当随从，是为此人。将令魔王大自在天，求其方便，将不可得。诸小鬼神弃处善人，实有顺外，独以发心乐修禅者。世尊，如是恶魔欲魔惯属，欲来侵扰是善人者，我以保持顺遂其手，犹如微尘，行令此人所作如愿。阿难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李白佛言：我辈愚钝，好为道门以自劳心未求出离，蒙佛智慧得正分修，身心快然，懈怠夭夭。世尊，如是修正佛三摩提，未到涅槃，云何名为乾慧之地？44心，至何暂处得修行目？至何方所？名立地中，云何名为顶觉菩萨？作是义，五体投地，大众一心，诸佛诸因，定名瞻仰。逆时世尊赞阿难言：现在，现在，你等乃能普为大众，及诸未世一切众生，修三摩提九大圣者，将以凡夫将大涅槃，显示无上正修行路。历今谛听，当为你说。阿难大众合掌挂心，默然受教。佛言：阿难当知，妙善圆明，离诸名相，本来无有
世界众生，因妄有生，因生有灭，生灭名妄，灭妄名真，是请如来无上菩提，极大涅槃，离转以后，阿难，你今欲修真三摩地，直至如来大涅槃者，先当摄取众生世界离颠倒因，颠倒不生，是即如来真三摩地。阿难，分何名为众生颠倒？阿难，有性明心，性明缘故，因明发性，性妄见性，将毕竟无成究竟有。此有所有，非因所因，自所自相，了无根本。本处无自，建立世界，集诸众生，迷本原明，是生虚妄，妄性无体，非有所依，将欲复真，欲真已非真正如性，非真求复，完成非相，非生非住，非心非法，颠转发生，成立发明，分以成业，动业相感，因有感业，相灭相生，有是故有众生颠倒。阿难，分何名为世界颠倒？是有所有，分段妄生，因此界立，非因所因，无自所住，牵流不住，因此世成。三世四方和合相摄，变化众生成12类。是故世界因动有声，因声有色，因色有香，有香有触，因触有味，因味知法。六乱妄想成业成果，12区分由此轮转。是故世间声香味触，共12变为一旋佛，成此轮转颠倒上故。是由世界两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若非有色，若非无色，若非有想，若非无想。阿难，又因世界虚妄轮回，动颠倒故，好合起成84000非尘乱想。如是故有两结罗兰，流转国土，鱼鸟龟蛇，鸡类冲突。又因世界杂染轮回，欲颠倒故，和合自成84000幻俗乱想。如是故有胎液波潭，流转国土，人畜良仙，鸡类冲突。又因世界执着轮回，去颠倒故，和合乱成84000反复乱想。如是故有时常辟死，流转国土，含存两动，鸡类冲突。又因世界变异轮回，假颠倒故，和合促成84000身故乱想。如是故有化相结男，流转国土，转类飞行，鸡类冲突。又因世界流界轮回，将颠倒故，和合
足成84000，精耀乱想。如是故有色相极难，流转国土，修旧精明，积累冲塔，幽隐世界，消散轮回，迄颠倒过。好合暗成84000，阴韵乱想。如是故有武色极难，流转国土，扩散消沉，积累冲塔，幽隐世界，梦像轮回，影颠倒过。好合一成84000，渐极乱想。如是故有上相极难，流转国土，神鬼精灵，积累冲塔，幽隐世界，有顿轮回，此颠倒过。好合完成84000，高歌乱想。如是故有无相极难，流转国土，精神化为土木金石，积累冲塔，幽隐世界，上大轮回，硬颠倒过。好合念成84000，阴翳乱想。如是故有非有色相，成色极难，流转国土，自水庙顶以下为幕，积累冲塔，幽隐世界，上隐轮回，成颠倒过。好合咒成84000，呼召乱想。如是故有非无色相，无色极难，流转国土，咒蛇焰声，积累冲塔，幽隐世界，合梦轮回，梦颠倒过。好合2成84000，恢复乱想。如是故有非有相相，身相极难，流转国土，比保如顶二质相成，积累冲塔，幽隐世界，怨害轮回，杀颠倒过。好合怪成84000，是父母相。如是故有非无相相，无相极难，流转国土，如土枵顶虎快为离，急迫寄鸟以毒树果，抱为其主，自成父母，该造其室，积累冲塔，是名众生，12种类。